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500年来呢，这全世界上畅销的这对圣经，这是天顶真神所默示的，要教训人、督责人，互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对人的生命有足大益处。要教导读圣经的人呢，追求完美，做一个完全人。避免行各样的善事，并且互相信耶稣的基督徒呢，有得救进天国、享受永生福乐的智慧。真耶稣教会的基本信仰呢，本乎着圣经提出10大信条，正做真耶稣教会的重要教基。会当提供着信徒查考学习，借着真理的圣灵的引导，互咱会当正确明白进入天国的真正的门路。这教义是信仰的基础。真耶稣教会的基本信仰呢，就是圣经内面重要教义。互既然诚心追求真理的基督徒呢，咱应当爱来清楚明白，共同相信并且尊敬。进一步呢，来咱本会查考永生的真理，互咱做伙牵着手啦，行一条天国的正路。将来呢，会当得到公义的奖赏，荣耀天顶独一的真神。咱今日呢，节目呢，伫这个活命的牛世界单元内底呢，喜信要奉主耶稣的名，甲咱亲爱听众朋友呢，根据着圣经真理话，来探讨分享的主题是真耶稣教会基本信仰10大信条的第6条，信西卡利，信西卡利。第2条的内容就是安那呢？就是信西卡利是甲主有份，并且伫教训三听、圣洁、谦卑的服侍、饶恕的典礼，对每一个受浸者，爱奉主耶稣的名，甲伊洗脚一遍。若论到彼此洗脚必要顺，也会当行。咱第一段先来谈论信西卡利是甲主有份。一般教会伫圣礼当中并无洗脚的典礼，而且真耶稣教会因着洗脚礼是主耶稣亲自示范。记伫这约翰福音13章，伊阁是吩咐门徒呢遵照着伊的榜样去做，并且洗脚礼的目的就是要甲主有份，甲得救进天国的关系密切，所以正做真耶稣教会的3大圣礼之一。伫约翰福音13章内面圣经内面记载，如果这以前耶稣知影家己离世归到天父遐去的时阵已经到就离世徛起来，脱了衫，摕了一条手巾束腰，随后甲这个水倒入盆内，伊就洗门徒的脚，并且用家己的手巾切打，刷到门徒彼得，彼得对伊讲啦：“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来讲：“我所做的，你当毋知影。”后来得甲要明白。彼得讲：“你永远袂当洗我的脚。”耶稣讲：“我若无洗你，你就甲我无份。”洗彼得讲：“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甲头也爱洗。”耶稣讲：“既然洗过身躯，只要将脚一洗，全身躯就干净了。我甲恁做了榜样，叫恁照着我所向恁所做去做。恁既然知影这代志，若是去行，就福了。”所以当咱详细读了这段圣经，咱认真甲思考判断，咱就能知影主要所何等重视这洗脚礼，也爱咱呢去遵守尊敬，互咱呢甲天国永生有份。主要所为了门徒洗脚的时阵，是定是为给以前的暗示，甲门徒用到最后晚餐的时阵。这地点是耶路撒冷的楼房顶面，为了门徒作谢圣餐以前。主要所离席，脱了外衫，摕了手巾束腰，以仆人的打扮，为着12个门徒洗脚。当上年长的这彼得，伊捌代志伊拒绝了老师的洗脚。耶稣甲伊讲这洗脚的代志当你即摆毋知影，后来得要明白。可见呢，这洗脚的道理呢，是伫道理上是足重要的一件奥秘啦。将来得较足清楚伊的意义甲教示，
所以当彼得讲你永远袂当洗我的骹的时阵啦，耶稣却讲了极重的话，我若无洗你你就交我无份咯。彼得惊吓，如果着急，主啊，毋知我的骹啦、连手甲头拢爱洗啦。那是因为温度所以放着所有跟对主，就是要甲耶稣的爱有份啦，而且会当领受主耶稣的救恩啦。因安尼是离受洗成做圣洁啦，将来咱进天国享受永生福气啊！可是跟对主却袂当得到永生福分，那呢信主敢是足枉然的所以洗脚礼那是重要的圣礼是带着甲主有份的重要的意义，甲属灵的奥秘，甲这个得救进天国有密切的关系。虽然有人掠主讲这洗脚只是犹太人的风俗习惯详细去甲看。咱就当分辨清楚啦。第一，犹太人的风俗习惯应当是仆人洗主人的骹，或者是老爸老母洗主女的骹。毋是无可能讲是老师洗门徒的骹。假使只是通常的洗骹，彼得毋免遐那紧张，要求讲主啊，不但是我的骹，连手甲头拢爱洗啊。耶稣解释讲，既然洗过身躯的人，只要将骹一洗，全身躯就清气啊。那是要以洗骹来表达着这个大水洗礼、大水的浸礼，因为受洗的人全身躯已经受浸清气啊。只要有骹浸礼了后，那是踏入地上，会沾染着一寡世上的污秽，所以只要将骹一洗，全身躯就清气啊。所以要提醒受洗归主的咱呢，要约束着家己的心，甲心内的骹，伊个洗清气。也就是讲，免得咱信主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爱追求圣洁的心嘛，无沾染着世界的污秽，将来才当进入天国到最后所永生有份来享受圣洁的荣耀。所以洗脚礼有最后所亲自示范，并且呢吩咐着照安尼去遵行并且甲得救有关系。所以正做真耶稣教会三大圣礼节，因为安尼既然受过大水浸礼的信徒只要搁再接受洗脚礼，就会当达到完全圣洁的地步，甲主耶稣的性命有份。好，来讲这第二段。来查考洗脚礼的重要教示。第一个教示就是讲教示咱来追求亲像主耶稣完全的爱心。约翰福音13章第1节，你讲伊既然爱世界上家己的人，就爱因到底。世界上属家己的人呢，就是信而受洗做得到赦免的圣徒嘛。主耶稣爱因到底。就是讲对头爱到骹底同款啦。伊既然以救主的身份，有水为门徒洗这个垃圾臭臭的骹，表明对门徒的彻底的爱嘛。就像罗马书第5章第8节第9节里面所讲的，多多基督伫咱还阁做罪人的时阵为咱死了。神的爱伫这个所在向咱显明。咱现在既然靠着伊的血称义，就更加借着伊免去神的愤怒。哥西书第1章13节到14节又讲，伊救了咱脱离迄个黑暗的关系，甲咱牵到伊爱主的国度内面。咱伫爱主的内面蒙救赎，罪过得到赦免。可见呢，主有彻底的爱，对创立世界以前爱咱，要到进入这个天国。罗马书第5章第6节到第8节嘛安尼讲，因为咱还阁软弱的时阵，基督就伫锁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基督伫咱还阁做罪人的时阵，就为咱死。神的爱就这向咱显明了。可见呢，主的爱是无条件的爱。虽然咱软弱无达到主耶稣的爱，咱有罪不应该忘了主耶稣爱，但是伊的爱是无条件爱咱的，愿意为咱舍命，为咱代死，所以当主耶稣为门徒洗脚，准备一条手巾
为温度一一把这个脚切落搭，互脚干干净净，显明呢伊有完全圣洁的爱，所以也免得咱爱追求圣洁的爱心啦。第二个教示就是讲咱爱亲像主耶稣显是完全圣洁。主耶稣讲洗过身躯的人，只要将脚一洗，全身躯就干净了。既然经过大水浸礼的人，我靠着主耶稣的保血，洗净罪误会的人呢，不是每一个人拢伫洗礼下罪了就拢离开世间啊嘛。咱大部分人还佫活伫有罪世界。这就箴言第4章30里面所讲，恁来保守恁心，也可以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对心发出。也12:7来讲，爱修平恁骹的路，坚定恁一切的道，毋好偏向左右，互恁的骹离开这恶道。可见这基督徒追求这完全的圣洁，就是讲爱甲咱心内这个骹来洗好清气，因为现今的世代足邪恶的。人所看见、所听见，定拢是违背伦理道德的代志，思想上也是精神上的圣洁，独独倚靠着真理甲圣灵的帮助，才咱达到洁净嘛。所以洗脚礼就是教示咱讲，亲像主要所共款的完全，绝对毋好亲像犹大贪财出卖主耶稣，出卖主人，违背了师长，忘恩负义。遗臭万年啦！同时呢，也提醒着咱所有基督徒亲像提摩太后书2章19-10讲，既然称呼主的名的人总爱离开不义，所以咱应当爱甲世间人有所分别，过着圣洁的生活，毋好贪恋私情恶俗随波逐流失去了这影响。这第3个教训就讲叫咱爱学习这个谦卑服侍人的精神去服侍人比如箴書第4章第7節到第10節勉勵咱講萬物的結局近所以咱愛謹慎自守敬請祈禱最要緊就彼此切實相聽，因為愛會當遮砍真濟罪。你來互相款待無發怨言，個人愛照着所得的因素彼此服侍。做成百般因素的好管家。以前主要所洗刷了这温度的脚，穿好了衫，又搁坐落来对因讲：我向恁所做的，恁明白吗？恁像我主恁所讲无毋对，我本来就是，我是恁的主，恁的父主。上请洗恁的脚，恁也应当爱彼此洗脚。这记里约翰福音第13章12到14節。耶稣是门徒的老师，世间人的救主。如果是12个使徒的主人，所以上请做仆人的打扮以手巾束腰捧水为了门徒来洗脚，以谦卑的态度压落姿势来服侍家己的学生如果洗这肉拉散的臭脚，并且将这个脚甲切落打，甲切落清气。这种的举动是对这个表明讲耶稣真正谦卑服侍人的这个伟大的精神所以耶稣对于门徒讲恁中间什么人愿意做大，就得甲做恁的用人什么人愿意做头，就得甲做恁的仆人。这像人主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下命做一人的属家。这记载伫马太福音20章26節27節。所以这个世界里就是爱咱学习主要所谦卑服侍的精神甲态度，咱会当做百般因素的好管家。第4项的这个教训就是讲应当爱效法主完全饶恕人对心内真诚的饶恕人。约翰福音13章11節咧講，耶穌原知影要賣伊什麼人所以講恁無攏是乾淨的。耶穌是無所不知的神所以伊知影加利人猶大的心思意念總是主要所要互猶大有回轉的心棄惡從善的機會，所以伊為着伊洗腳，要照着洗腳來提醒猶大以偉大的主愛，
要包容犹太罪，有宽宏爱心，要饶恕伊的无知啊。所以主洗刷了这犹大的脚，犹原用着手巾甲伊的脚来切落打，来表明着讲，伊对犹大是完全的饶恕。所以歌罗西书第3章13、18甲咱讲啊，讲实属这个人甲迄个人有嫌隙，总是爱彼此包容啦，彼此饶恕啊。主安怎来饶恕咱你若爱彼此安怎饶恕人这伫一切以外呢，拢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的传递主要所饶恕人的爱心显明伫一笔记顶。路加23章33、34、40面记载讲，到了一个所在，名叫做哥罗地，就伫遐甲耶稣钉伫一笔记顶，伊个钉了2个犯人，一个伫正边，一个伫倒边。当迄阵，耶稣讲：“爸啊，赦免因因为因所做，因毋知。”所以对这一笔记顶忍受劳血痛疼的主呢伊所讲的话，咱会当感受到主的教示爱咱的，但爱你的受得，就迄必必的祈祷，安尼就可以做恁伫天顶天父的囝这记载马太第5章的40、40到45节。所以当这个人的喙真济人意见的分离的这社会内底难免有人甲人的中间的这个摩擦甲一寡嫌隙的代志就是讲会发生一寡无好无的事互相得罪，失去了平安甲快乐基督徒呢，既然是世界上的盐就应当爱发生了调味的作用，会当化这个涩的味呢，加做甜蜜将大事化作小事，将小事呢化作无事安尼都要合适最后所饶恕着人的精神，以温柔和顺的态度来解决这个足棘手足歹解决的问题所以亲爱朋友所以亲戚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同学之间厝边头尾夫妻之间兄弟姊妹之间，拢有可能会发生这个摩擦得罪的代志但是咱还是主要说完全饶恕人的精神，创造着彼代主要所基督爱神爱人的好的形象为了主来发光，用了主要所的名。过来咱来讲这第3段咱这个了解讲这个洗脚礼的方法教会咧对着三信耶稣领受浸礼信徒奉车派的圣职人员或者是主来工人执行这个洗脚，只要奉主耶稣性命为你洗脚，互你甲主耶稣有份，然后呢为着受浸者洗脚一遍，搁再甲七路打对赛受浸者呢爱灭倒感谢主敢像主要所为你洗脚同款，因为施洗者伊已经受了水洗甲灵洗，伊咱是奉主要所差派工人既然奉主的名就是代表主要所甲你洗脚，因这个洗脚礼的这个施洗者呢，通常拢是由兄弟的圣职人员来洗受浸者的兄弟由姊妹圣职人员呢甲其他这工人来洗受浸者的姊妹洗脚的时候也安排协助人员来捧水换水，来整理着这七脚的这囡仔受洗的人呢，伫这洗脚以前呢，爱先烫落的等候会将呢作为唱赞美诗中间的这个295首洗脚礼的这个诗歌红仔虽然真细汉也照样爱接受洗脚礼这个约翰福音13章14节内面讲耶稣讲：“我是恁的主，恁的父主，尚且洗恁的脚，你若应当彼此洗脚。”所以这个彼此洗脚有3种情形，就是某一寡所在有彼此洗脚的方式。基督徒以谦卑服侍人的心去做啦无洗脚的方式的所在，可以以洗脚礼的教示甲谦卑服侍人的精神实践伫这个生活当中，甚至是教会当中，或者是有摩擦有一寡未拄好的所在职务人员呢，伫协助协调了后有必要的时阵也可以彼此洗脚的方式来实行来化解这嫌隙的代志
最后咱过来重复到十大信条第6条，信西卡利。信西卡利是甲主有份，以及教示三听、圣洁、谦卑、服侍饶恕的典礼。对于每一个受浸者，要奉主耶稣的名甲因洗脚一遍，轮到彼此洗脚，必要时会当去行好，今日生命牛就先甲咱分享到这。等者咱就来进行彩信生这个信主感恩见证分享单元。感谢你收听。主要我全身圣洁，愿做人所不学，将水倒在盆中饮饮，美味入骨而行。天堂父的至圣之间，要去要你眷恋，若不是就为主命令，就与救主无分。救主要我全身圣洁，洗去旧人于世，救赎之水洗净心土，鲜美和爱可亲。天堂父的至圣之间，要去要